较早起诶。较早起。对啊，因为我们讲人家这个肾脏讲话也是啊。伊是什么原因呢？啊，就免疫性你听无？哦。免疫性失调了。袂使食这个物事啊。无药啊啦。哦。无药啊，免疫性失调了啦。无伊，无啥有多要紧啊。我看恁太太有啊啦。哦，你是我，你说食药啊哈，食你公司进的药啊，哦，我有款的，但是哈，伊那个我药啊，但是辛苦都要补啊。辛苦啊。啊，你身体就是安尼啊。哦，你是干那少？后日个以后都辛苦。无药啊啦，卖后面食歹势个啦。哦，对对。我在台问啊，伊讲迄款，伊讲迄免疫力失调啦。讲伊我会使看较袂清楚，伊讲是，看迄哪有袂食药啊？伊讲伊若有袂，大概顾较无好啊，对啦。讲迄是免疫力失调啊。无啦，你若无小看尔，较袂紧啦，你着小可混无一个无。小袂拖啊。哦，伊嘛有生理面啦，啊，伊身躯小可有啦，安尼啦，啊，就是讲，伊讲有食迄免疫力的药啊，安尼，迄免疫力失调啦。免疫力失调。嘿啦。啊，那会好啊？你看，你着身躯内底有问题啊，免疫力啊。哦，伊足久啊，几十年以上有啊。伊有足病无啦？伊比你较严重，你看起来就出事。你小可尔，你较无啥岁，你看。哎，十八位，好。哎，老爸。OK， 我等你。新年平安，新年平安，平安。
你领迄个恢复敢有介济？无，有。干也无介济。安尼小看安尼淡淡的安尼啦。哦，我呢车顶安尼白蒙安尼。你那可能较靠近啦，阮遮较远啦。无啦，恁较近啦。我较近。我较我迄边啊。哦，安尼伊毋知飞对。风吹。看方向啦。哦，我想伊歹势飞阮遮来，阮遮较分多，毋到。来，我叔因为我那打电来啊，9点了，7点了。7点了。台班啦。拄仔阮咧这八小妹啊，打电话，伫遮嘛，伊迄就是叶姊妹，你知无？她强强走赛，唔知，伊毋知啊，哦。较早咱台湾哦，运动健将伫比赛第1名，伊姊妹小妹啦，伫遮啦，因翁就是着落迄个武汉肺炎死去啊。啊。哦。头拄仔敲电话来讲啊，安尼啊。因是离婚啦，两个后生伫遐一个做医生，啊一个做律师的款。OK。是啊，拢大汉啦。那讲个济啦。好，我来甲PowerPoint用起来哈。好，咱先来做祈祷。主必听到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阮兄弟姊妹会当搁一摆来聚集。阮要透过几个礼拜来看保罗的宣教行程。阮看见一个使徒对伫反对基督教信仰，然后去拄着主，去互改变，受着呼召，诚侪外邦的使徒，伊安怎将这个福音来传开看？伊所拄着的遮个城市所拄着的问题，阮要透过即几礼拜的研讨来了解，
求主啊，透过安尼来帮助阮的信仰，阮更较坚固。阮也为着阮所徛起的加州来祈祷。阮不但拄着即个武汉的疫情的攻击，伫即礼拜的中间，即两礼拜中间，佮拄着安尼真严重的火烧，真侪所在拢诚做红天，即个火虎嘛四界咧飞，阮求主你的怜悯降落伫阮即个土地，也互即个火会当赶紧来化去，阮的生活阮的健康得到保全，阮为着阮的土地来祈祷，也将即个疫情的发展来交托伫咧手中，主你来保守。为着今仔日组织来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免。今仔日大概我会甲4摆的即个行程我有传互咱即个资料小可讲一下概论小可讲一下，大概保罗伊去过即个所在安尼当然咱要去讲到保罗的宣告的时阵，咱当然爱先去看到讲伊的改变啦事实上，保罗伊拄开始的时，毋是干非基督徒尔，伊阁是一个压迫者伊用迄个犹太教的角度来咧看基督教的发展，所以伊伫遐用犹太人的想法认为讲即个基督教无下伫上帝的旨意，伊认为讲伊家己是一个真有利益伫上帝福音的人所以伊伫遐伊用压迫的方式带领即个兵来去压迫教会啦，压迫基督徒啦这咱伫其他的国家非基督教的国家，特别是回教即较基本教义派遮的国家对基督教的即种压迫咱还阁拢看会到啦咱伫使徒行传看到讲，保罗伊要去压迫教会的时阵，去互圣神的光照着，然后伊得到医治，上帝阁找一个使徒来照顾伊，阁甲伊训练，甲伊传福音所以得到改变。毋但是安尼悔改基督尔，伊阁上时来得到即个呼召你若准去看《使徒行传》第9章迄个所在开始的时阵，伊毋是干那得到医好，伫遐咧带了好势安尼尔，伊马上就伫这附近开始传福音来见证迄个国外的主这是真特别的一个咱讲一个人物，也是讲一个上帝所呼召的同工啦所以伊伫9章20节开始，咱就看到伊伫遐来开始传福音，见证即个国外的主基督了后因为伊进前的做法就是压迫教会，所以基督徒只要听到扫罗的名，迄个时阵叫扫罗只要听到扫罗这个名，伊就大家拢会惊伊啦虽然伊伫遐真认真做见证去传福音，讲这国外的耶稣基督，但是这基督徒特别是使徒听到伊就拢会惊啦，反对伊但是巴拿巴来接纳伊来去甲伊介绍互即个，也是讲做见证，看到伊所做的遮的来介绍互使徒来引介啦了后伊就开始，咱就开始看到对于使徒行传第9章的后壁面，你要看伊开始即个外邦传福音的即个方向伊无搁再是伫犹太的人来传福音开始转即个咱咧讲希利人，还是讲外邦人所以了后伊家己就自认为讲上帝呼召伊是做外邦的使徒伊认为耶稣家己所竞选者的门徒是即个犹太人的门徒伊家己要做即个外邦的使徒
这是真大诶转变，嘛影响尾后遮个基督教诶传福音还是讲是毋是到现代，咱今仔日会当得到福音，甲保罗绝对有关系啦，甲保罗绝对有关系。咱去看着讲，即个保罗甲巴拿巴伊共款受呼召，共款受差遣伊就伫即个使徒行传13章即个所在，开始伫遐受到使徒的团体。咱会记使徒的团体就是迄个时阵初代教会拄要发展的时阵，一个第一个有体制的一个宣教机构啦，所以基本上若因要找什么人出去，拢伫迄个安提阿的所在来去找派所以当初时伫初代教会安提阿嘛，互咱称伊做一个迄个宣教师找派的所在伫遐咱看见，伊巴拿巴介绍保罗互使徒，所以因就将因两个做伙找派出去这伫使徒行传第13章咱就看会到的所在到底保罗拢总有几摆宣教行程当然有诶讲法无啥共款，不过较无意见的，就是讲咱讲诶3摆啦伊拢总有3摆宣教行程，较有意见的是第4摆第4摆。为什么第4摆呢？因为第4摆基本上伊是去用掠去的啦伊毋是去为着要去倒位宣教，但伊是去互要介绍去甲罗马的即个路程中间，伊原来有传福音。有诶较眼光看较无共款诶，即个圣经学家、神学家，因认为讲，即个嘛会当算伊诶宣教行程所以拢总是4摆。但是即个行程是无回头诶行程，伊到伫罗马就无去倒转来伫耶路撒冷伊每一摆头前3摆每一摆出去拢去倒转来耶路撒冷报告咱咧讲耶路撒冷到尾有迄个耶路撒冷大会。嘛，到尾成做一个迄个普世的大会，开始伫遐来形成但是第4摆保罗出去了，因为伊是去用介绍去审判，然后死伫罗马，所以就无去倒转来这咱大家知影的代志。使徒行传27章这个所在就开始讲着伊安怎坐船要去意大利啦要去罗马遮的代志伊就拄着风影等等遮的所以，咱注意甲看讲是安怎有诶圣经学家讲，伊事实上呢，即个嘛会当做伊诶第4摆行程。你也看讲伫使徒行28章30、31节诶所在，你看伊伫遐住2冬嘛会当接见人搁传好胆来传上帝国诶福音。虽然因为伊安尼去互介绍去要做审判。但是伊悠然伫遐继续好胆伫遐来传达上帝的福音见证国外的救主啦咱大家小可看一个行程安尼我会用迄个地图啦我后壁就无注明，但是咱会当对迄个地图来看，看伊第1届、第2届甲第3届，伊有重复的所在，也有无共款的所在。当然第1届是较短行程，去的所在较少即个居比路岛第1摆行程，即个第1站就是咱咧讲的克里特岛就是伊写批信互即个提多提多伫迄个所在牧会伊遐开拓教会保罗的第1站就是伫即个所在咱来看伊讲伫遮伫即个地中海即个所在来了后，伊就开始进行伊的行程啦进行伊的行程伫迄个帕博的所在这是记来伫使徒行传遮帕博伫遮共款伫居比路岛这个所在共款这个岛上过来伊就开始去到伫即个希腊
加即个托尼基的所在，庞菲利亚伫即个所在，伫遮，这是托尼基啦这个托尼基就是即摆的托尼基的所在，迄阵叫做阿西亚啦伊伫即个所在，到后一站了后，伊就会去拄着伊搁另外一个文图天魔台伊去到伊哥念的所在然后伊去受欢迎，然后嘛搁去用赶罗斯德、伊哥念、罗斯德甲即个特庇即三个所在其实伊是同时阵来到伫遮，因为伊一离开一去到遐传福音真侪人真介意听，但是嘛引起当地的人的目孔赤影响因遮的咱讲迷信的遮信仰伊就又搁去用赶走即三个所在基本上是做伙了后伊就搁倒转来亚大利亚大利伫遮亚大利伫哇即个地中海即个海口即个所在海口即个所在然后伊就搁倒转来对遮就倒转来伫即个耶路撒冷，咱拄则有讲伊每一摆倒转来拢伫耶路撒冷即个所在来去做宣告路程的报道来甲使徒分享伊所做的工到底是虾米货安尼这是大概是第一届行程，伊就倒转来耶路撒冷遮了后伊嘛会搁去安提阿受派了，第二摆行程就搁开始就是咱拄则咧讲伊正式互即个差派伫即个甲巴拿巴出去即个行程开始，但是即届较特别的是咱知影伊第一届是直接坐船坐船来即个去比路去比路的所在，但是第二摆呢，伊就已经无共款啦，伊对即个陆地开始，即个绿色的线，咱看即条线这就是伊第二摆的路线伊行到顶头这个就是较无共款的所在较无共款的所在伊原来有去居比路的所在啦然后倒转来开始对叙利亚基利的这个家庭遮开始基利遮这个省份对遮就是行陆地的这个路程开始行然后去到伫特庇啦、路斯德以哥念遮，伊搁行一摆搁第二摆伫即个所在遮，伊就搁来行遮个行程咱搁一摆摕着安提阿甲即个安提阿是无共款的这是托尼基安提阿甲即个基督徒受称做基督徒的所在，这安提阿是伫即个所在无共款这咱大概爱知影一下，有两个安提阿即个就行陆地啦对吕佛遮到加勒泰啦，到美西亚无事无去你无听到无事的声吼？无。长线，咱长线伫加勒泰遐落长线。伊搁只咧继续讲，等一下哦。嘿。
回到加勒台。伊讲即摆咧串流啦，我看遐 YouTube 咧串流啦，啊，无说影像我嘛无看着呢。哦，有啊。歹势，我今仔日的讯号足无稳定，我即久遮。来，搁一摆若搁点咪？嘛是无去啊。这网络就是无法度。安尼敢有听着？有啦，即摆开始有听到打出来呢。好像不行呢。无看到哦，你即摆有出来，有音。即摆有啊。OK。歹势，我今仔日讯号足歹。好，伊就去继续来进前啦吼。即摆较重要就是讲，伊对伫即个土耳其、即个亚洲甲欧洲的交界所在，正式进入伫即个欧洲，咱咧讲希腊的所在吼，就是即段对特罗亚开始吼。特罗亚开始即个就是伊真正甲福音扩展到欧洲的大陆吼。即个对宣怎么办？我来换所在者，歹势，我今仔讯号介歹，毋知影哪。即个我换一个嘿。安尼有听到无？有啦。OK， 好，来，好来，咱看去拄则我咧讲保罗开始进入伫即个欧洲吼，是对伫第二摆行程开始，然后就入来吼，对特罗亚吼，安尼就入来伫即个咱咧讲马其顿啦吼，马其顿。咱印象中间的马其顿的呼声，毋是保罗的吼。马其顿的呼声是即个咱知影彼得伊所听到的吼，当然迄有无共款的迄个背景伫遐啦吼。咱看讲伊就入去伫菲律宾吼，然后就开始菲律宾就是希腊的所在啊吼，已经脱离即个土耳其的所在，这是菲律宾吼，所以就正式伫即个欧洲的大陆即个所在吼。帖撒罗尼迦、比利亚甲伫即个是拢第二摆行程吼。开始了伫即个爱琴海即个区域吼，爱琴海即个区域伊伫遮宣告吼，伫遮宣告。你也看遮行程拢甲爱琴海周边遮有行陆地，有坐船仔的吼。这个就是伊伫即届行程中间所行的吼。咱好看吼。到雅典、哥林多，雅典甲哥林多是足严重的即个拜拜的所在吼。咱知影雅典就是咧讲着雅典的女神啦吼，雅典伫遮吼。
哥林多伫遮这个是伊即马咧行这行程，所以伊的行程就对伫犹太基督徒的影响进入到伫希腊、罗马的即种影响即个内底，所以你会看伫讲初代教会，也是讲伫保罗培训中间，伊时常会提到讲即个所谓的异端假教师即个基本上分做两部分，一个是犹太基督徒咧讲的遮个传统改变的物件，另外是一个民间宗教神明所影响的所以即两个伫即个所在，你会当看伊讲，即个部分就是拢会去拄着的即边所影响的是犹太基督徒的即边的就是对罗马希腊来的遮影响过来就到以弗所就到以弗所然后对该撒利亚倒转来伫耶路撒冷，咱搁一摆讲着讲耶路撒冷是当初是真重要的即个使徒会议的所在使徒会议的所在嘛是一个真重要的即个旅程，也是讲因要找派什么人，也是讲因要决定什么真重要的议题，也是咧针对一寡咱咧讲的即个异端咧讨论的所在，拢伫即个拢伫遮所以头起先无有迄种普世大会时阵，咱叫做耶路撒冷大会伫耶路撒冷大会渐渐形成一个体制，就是用使徒做主体然后咱会当看伊讲安提阿，就是差不多保罗伊受差派出去的一个真重要的所在，咱讲一个差派宣教师的中心啦所以伊搁倒转来伫安提阿遮伊去耶路撒冷甲使徒报道了后，搁倒转来伫安提阿遮了后则搁开始搁出门搁开始出门即个第三摆的行程开始所以咱会当看伊讲，伊大概伫即两摆，第二摆甲第三摆中间，伊路上的行程是足重要的。你来看遮然后开始有坐船你会看讲伊即摆遮，伊就搁较宽的所在，但是基本上就是大概伊所开拓遮的教会，咱真熟悉伫新约伊的培训中间，比如讲腓立比书啦、帖撒罗尼迦书啦、哥林多前后书啦是以弗所啦等等遮的，差不多伫遮的教会伊所去开拓的也是讲伊找肯人去开拓的咱咧讲即个伫启示录的7间教会，差不多是伫遮啦咱咧看即个哥罗西啦、以弗所啦拢伫即个所在以弗所嘛伫即个所在大概是拢伫遮啦所以伫咱咧即摆咧讲的土耳其甲希腊是伫保罗的宣教的路程中间真重要啦所以伊伫遮开始去的时阵，伊就到以弗所，伫遐搁住3个月时间以弗所就伫即个土耳其较西边的所在海边海边遮了后伊就去马其顿马其顿就是即摆咱咧讲的即个希腊就是伫过即个爱琴海即个爱琴海遮经过这就叫做马其顿这就叫马其顿。这个就是伊的第三届的行程，差伫这个所在伊嘛到希腊嘛住3个月伫这个所在，然后对菲律宾啦，到特罗亚伫特罗亚遮伊有一个真久的行程，也是讲真重要的行程嘛，是伫这个所在咱到尾一张咧毋是一张就是讲
一个行程咧讨论的是，咱会用城市来讲伊伫遐发生的代志，咱会照迄个使徒行传的记载吼，啊，伫我互咱的资料内底，安尼慢慢啊来去看吼，啊，你会当看伊讲伊当初时吼，伊用行的，用坐船的吼，啊，到真济遮的所在，啊，这拢记载伫这使徒行传伫伊的行程内底吼。了后第4摆，咱就讲到伊是要受介送去伫即个罗马，啊，伊是安怎会受介送去罗马？因为伊无服从因的审判，伊就甲讲吼，你敢毋知影我是罗马人？啊，罗马人袂当凊彩互判刑，爱去伫迄个会当去伫罗马遐吼来受审判啊，所以伊就遐人就毋敢去甲叮当啊。然后就甲介送要去送去伫即个罗马来受审判吼，皇帝亲自来甲审判。啊，伫即个过程的中间，因坐船去到伫即个几个岛，即个中间拄着一寡风影的代志吼。啊，伫遮咱会当看伊讲，伊对伫耶路撒冷遮吼受到介送吼，对西顿，然后坐船吼。坐船，然后伫遮吼，伫这所在啊，头去先伊本地想要来遮，所以伊甲提倒讲吼，你着来遮，但是落尾伊无吼，到尾的行程是单对遮来到对，直接对意大利去哩，无去经过马其顿吼，无去经过马其顿，所以这个是大概伊伫遮的行程吼，马耳他岛吼才有几个岛吼，啊，伊有经过啊，伊伫遮嘛伫沿路哪行嘛有咧做伊即个宣教的工作吼。啊，虽然伊是伫遐受到审判，但是伊嘛真欢喜敢继续伫迄个所在来传福音啦吼。所以咱会当看来讲，保罗伫所有的行程的中间，伊真认真吼，真认真。啊，伊嘛去到伫迄个该撒利亚的所在，啊，佮继续来传福音吼，啊，来佮来将国外的主来介绍，甚至介绍迄个军官啊，还有军员啊吼，佮伫迄个所在，甲人有足侪的记接，伫遐来传福音吼。好，大概我想过来，咱若较斟酌来讲到即个每一个城市伊所停留的所在时阵，咱会搁较斟酌来讲啦吼。伊就去到罗马了后，伊就无法度去倒转来吼，伊就伫遐来等候审判啊。上重要，伊伫遐住2冬，所以伊伫迄个所在的工作真重要，因为伊伫遐传福音，甚至皇帝就讲，你想讲安尼凊彩讲2、3句话，就要甲我安尼洗脑，互我来改信安尼吼。有即种的情形发生，会当看伊讲保罗伊真正真愿意伫遐将福音来传出去吼。这个我想甲伊的个性足有关系啦吼。伊进前还未信主进前，伊嘛足热切伫遐咧压迫教会，因为伊讲对犹太教的角度来看，基督教是一个违背上帝吼，所以伊对上帝的代志足热心啦吼。但是当伊受到改变了后，接受耶稣基督了后，伊嘛是同款的态度，是无同款，就是讲即个就是足认真、足勇敢伫遐来传福音吼，来传福音。互伊所拄着的人，甲伊所去的遮的城市安尼吼。这咱到尾就会用即个用即个每一个城市吼，每一届行程了，每一个城市咱来分享讲，伊伫遐受到欢迎，还是讲伫遐受到人的阻止，还是讲互人甲赶逐。是啥物原因啦吼？咱安尼来看着讲，
其实对咱现在基督徒咧传福音嘛有共款的问题可能性，就是比如讲因咧传福音互一寡民间宗教的人啊，吼，因了拄着雅典啊、神明啊，还是讲因的民间宗教的，因会去拄着一寡反抗，这反抗毋是甲信仰是绝对有关系，通常是甲一寡宗教所带来的经济活动有关系，吼。这个会受到足大的阻碍，吼，受到足大的阻碍。这甲咱的生活，特别是咱诚做台湾人，咱伫遮检测较无拄着即种的情形。伫台湾咧传福音，时常会拄着即种的情形。比如讲，我较早伫庄脚咧传福做牧师传福音的时阵，教会有即个幼稚园，你会看阿公阿嬷吼带孙仔来，入来若看到我讲，哎，牧师你好哦，阮孙仔无要来入教哈，先甲你讲便的伊就对你有一寡预防，有一寡想法伊嘛感觉讲你有可能要甲因安尼改善安尼吼，即种的问题拢会有啦吼。伫当初时2000年前有，伫现在咱犹原还佫会拄着吼，所以咱透过遮的保罗所行的遮的行程佫咱进前有读过伊几本的批信吼，咱大家知影伊所面对的有犹太基督徒的即个错误的教导，嘛有希腊的即个民间宗教的抵挡，遮的影响，这甲伊所咧传福音的，也是讲伊所做的代志，拢足有关系安尼啦吼。好，今仔日大概安尼讲一个概论，遮看咱有啥物款的要分享，还是要问的无？